大家好，我係 Cam 豬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會繼續發放更多正能量，令到你哋每一位能夠開心快樂每一天。多謝。我們要像禮物一樣出現在別人的生命裏。網絡文章：人與人之間係有莫名其妙嘅磁場喺度嘅。有啲人喺埋一齊好多年，都達唔到靈魂共振。而有啲人嘅相遇相知，對彼此嚟講就好似一份禮物一樣。呢幾年嚟，我哋遇到咗好多同頻嘅人，佢哋嘅出現俾我嘅生命點亮咗一盞燈，令我覺得人間係值得分享，係一種快樂。同佢哋嘅相處就好似沐浴喺溫暖嘅陽光下，既能夠無需注意自己嘅形象，放肆咁大笑，亦能夠深入探討嗰啲睇起嚟好似平凡，但係又充滿咗智慧嘅話題。既能傾生活嘅瑣碎，又能談上工作嘅宏圖，一齊努力，一齊進步，彼此見過對方嘅跌跌碰碰，同時亦見證咗一路嘅成長。同頻到美好，能量嘅傳遞，技能嘅提升，讓每一次見面都成為咗人生嘅禮物。情緒嘅價值遠遠超過俾金錢牽動所能嘅衡量。好好珍惜嗰啲好似禮物一樣咁嘅朋友。我特別喜歡作家村上春樹講過嘅一句說話：不是所有的魚都會生活在一片海裏，人各有不同，所以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人，都不要覺得很稀奇。好人間清醒嘅一段說話：假如你想要一件東西，就放他走，他若能回來找你，就永遠屬於你；他若不回來，那根本就不是你的。一個人會落淚，係因為痛；一個人之所以痛，係因為在乎；一個人之所以在乎，係因為有感覺；一個人之所以有感覺，係因為你係一個人。所以你有感覺、在乎、痛過、流淚，講明你係完整唔能夠再完整嘅一個人。難過嘅時候原諒自己，只不過係一個人而已，冇必要將自己睇得咁堅不可摧。如果真係有一日，某個回不來嘅人消失了，某個離不開嘅人離開了，亦冇關係。時間會將最正確嘅人帶到你身邊。喺呢個時候，你所要做嘅就係好好咁照顧自己。生命之中有啲人同我哋擦肩而過，但來不及遇見，遇見咗啦，又來不及相識，相識咗啦，又來不及熟悉，熟悉啦，又總係會講再見。對自己好啲，因為一輩子不長；對身邊嘅人好啲，因為下一世未必一定能夠遇見。餘生唔好活成一個消耗別人嘅人，你要好似一個禮物咁出現喺別人嘅生命裏邊。終有一日，我哋會同生活和解，同自己和解，磨平一生嘅稜角，笑住面對曾經討厭嘅人同事，變成一個不動聲色嘅人。我哋好似禮物咁珍貴，感恩所有遇見嘅，亦好似禮物咁，俾別人嘅溫暖同出其不意嘅驚喜。有啲人同事慢一啲冇關係，因為我哋要相信，莫道桑榆晚，為霞上滿天。你最終會遇到咗懂得欣賞你、同你同頻共振嘅人。別急着，慢慢來，屬於你嘅最終都會嚟嘅。世事無常，諸相皆空。如果我哋有一顆平常心，世間嘅一切有又好，冇又好，都睇成好似鏡花水月。有固然可以生活無憂，冇亦可以心靈自在。深入體會無限無邊無量，得又好，失又好。能夠得嘅係福氣，失去嘅係結緣。常懷平常心，生活裏邊自能不因有冇得失而顛倒掛礙嘅。